如果有人拍护理人员来看这南投德山的东华病院，早起发生急诊暴力事件，一个食酒醉弄着头姓肖的查甫人，那对协助指挥两个护理师起骹动手，甚至搁在攻击落尾到现场的两个警察，说去互压制上班。护理师工会是呼吁讲，医疗单位呢就要建立演练预防暴力的 SOP， 才会当自保。倒伫急诊室面罩顶的这个查甫人，随着毅力胶，也搁对护理人员起骹动手。南投县德山镇东华病院30早起发生暴力事件，50岁姓肖的查甫人啉酒醉，头遐讲着肺闹袂停，送来病院。两个护理师要甲伊指挥注射时阵，互伊攻击，用手挥拳打到脸，然后还有导致我现在还是头很晕，对，这边有点肿胀。医疗暴力是零容忍那这一点在各大医院的急诊都是视为是一个常识，也是一个不可侵犯的一个防线。病院强调，绝对无法度用冷暴力，因为护理师的头甲手脚有正起甲刺伤。警方到现场时阵，这个查甫人也是嘻嘻叫，也阁想要攻击警察，结果被当场压制。这么依照违反医疗法甲伤害罪嫌，移送地检署。将酒醉之肖男先行压制，并带返手内保护管束。本案处理过程中，分别造成2名医务人员及2名员警轻微受伤。后续将以医疗法及伤害罪嫌移送台湾南投地检署侦办。当一个喝醉酒的人他到急诊就诊的时候，我们的警卫就会在他附近，就是说预防他有失控期。那一方面是保护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要有 SOP 啦，那他们也要演练啦。袂晚年啊，真侪人食马的时阵拢会啉酒。护理师工会支持进前卫福部处长林正仪所提出的无国外的政治隔离式，互啉酒醉的人暂时一个人伫咧遐冷静，也希望各病院的急诊室才有预防暴力的 SOP， 保护家己。记者综合报道。